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《感悟人生100篇李怡著 topic，在絕望的狀態中繼續生命。法國時尚雜誌 Ella 嘅總編輯上多明尼克·鮑比年輕俊朗，才情橫溢，開朗健談，享受着工作時快樂同埋生命。然而佢44歲嗰年喺開車前往前妻嘅屋企，準備接兒子到週末時，卻突然腦幹中風，全身癱瘓，不但不能行動，而且不能說話，全身只有隻左眼嘅眼皮能夠喐動。呢一個亦都係僅存佢左眼，就成為佢同呢個世界最後嘅聯繫。接落嚟嘅日子究竟點過呢？如果佢能夠攞起台上嗰把刀，或者用牙咬到自己嘅舌頭，或者佢都可能會諗到自殺。然而全身沒有活定能力嘅佢感到，如果我能夠將不斷喺口中流出嚟嘅口水吞返落去，我就係全天下最幸福嘅人啦。佢冇辦法自殺，佢唔想就咁樣攤咗喺張病床上等死。佢揾朋友幫助，靠住佢嘅斬嘅左眼記錄佢所選擇嘅字母，幾個字母組成一個單字，幾個單字就能夠組成一句句子，然後句子成為段落，段落成為文章。呢一種靠眨眼嚟寫嘅文章，可能要20日先能夠寫成一篇，而其中亦都有好多錯誤要校正、要調整嘅字。咁樣經過1年左右，佢寫出咗一本約100頁嘅回憶錄。呢一啲係佢走向死亡過程中嘅生命如游絲一般嘅回憶錄，係一本極唔尋常嘅回憶錄。出書後2日，鮑比就去世咯。但佢告訴世人，佢嘅靈魂永遠活着。呢本書個名叫做《潛水鐘與蝴蝶》。潛水鐘比喻佢身體困頓如潛水鐘嘅捆綁，蝴蝶係佢朝望有一日好似蝴蝶一樣過着自己而有色彩斑斕嘅生活。一個原本生龍活虎嘅人，突然癱瘓變成只有隻左眼眼皮可以喐動，佢會點樣睇佢人生呢？通過眼皮眨眼而記落嚟嘅字句，會係充滿哀怨啦，定係絕望呢？如果係嘅話，咁佢就唔會要求用呢種極為艱困嘅方式嚟寫作啦，佢就會選擇放棄，等個生命就好似蠟燭自然咁一滴一滴燒到完畢。但佢嘅選擇幾乎喺絕望嘅狀態中繼續生命，因此佢嘅筆下沒有哀怨，亦都沒有憐憫，沒有放棄。佢亦都可以評論，可以幻想，可以嘲諷，可以思考。喺極為艱辛嘅條件下，佢展現出生命嘅韌性，表現出佢嘅幽默、勇敢同埋樂觀。快走到生命盡頭嘅人，心靈係脆弱㗎。越近死亡，越識得殘存嘅1分1秒嘅可貴。佢講佢揮霍咗上帝俾佢大部分時間，佢亦都希望世人必須珍惜一切已經有嘅感覺。對佢嚟講，眼皮眨動亦都意味生命嘅存續。生命只有游絲嘅存續，就要抱待希望，努力咁活落去。對於仍然有着所有活動能力嘅人，有咩嘢理由唔更堅強勇毅地咁樣生活啊？一個腦幹中風，全身癱瘓，不能行動，不能講嘢，全身只有左眼嘅眼皮只能夠眨動嘅人，靠左動嘅眼皮人寫低咗人生嘅故事，沒有哀怨，沒有憐憫，沒有放棄，展現佢生命嘅韌性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